也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你即摆买物件伫结销是用现金、用信用卡，或者是用手机啊行动支付咧。国发会上新的调查，2019年46岁到55岁用手机啊结销的民众高达77.6%，比2018年增加30%。也毋过上惊就是手机啊，若放进去会去互偷入去，安尼就废去咯。专家讲，这免惊哦，用这个手机啊来付钱，毋但爱暗号，阁爱指纹认证，比这个信用卡要阁较安全。谢谢。听着比较一声，这物件就会使提走啊！超市行动支付真方便，也以为是少年人咧入咧，其实即马愈来愈多，妈妈阿婶也是中年人拢咧用。拿个手机就可以了嘛，就累积点数方便。那不喜欢收集发票，电子发票很方便。用手机啊支付的人愈来愈多，伫超市中年人使用率超过少年人。国发会统计，去年敢若是46岁到55岁用行动支付的民众，就高达77.6%，比2018年成长31.2%。55岁到65岁嘛，增加到52.9%。以回馈来讲的话，是吸引他们使用的第一步。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的消费明细，他知道他过去买了哪些东西，那甚至点数的回馈也都一目了然。以前是用现金交易的，即马改用行动支付，就是业者用送卫生纸、现金回报方式来吸引加入。不过也是有人会担心，手机啊若无去，会去用偷入，或者是个人的资料会外漏。专家讲，即马手机也有加密功能，比实体信用卡更较安全。不只是交易前爱输入密码，有的阁爱指纹的认证，安尼放心支付，轻松买物件。